淘大花園 E 座居民今晚開始搬到度假村隔離。楊永強懷疑淘大花園 E 座所有居民都感染病毒。歌星張國榮喺中環墮樓死亡。各位觀眾，新聞嘅詳細內容，政府開始將淘大花園 E 座嘅居民搬遷到2個由度假中心改成嘅隔離營，然後會入屋集中調查點解非典型肺炎會喺 E 座爆發。由於部分居民拒絕搬走，令到搬遷行動一再阻延。陳偉利依家就喺淘大花園嘅 E 座㗎。陳偉利啊，進度係點啊？其實而家進度咧仍然係比較緩慢㗎，隔幾分鐘咧先至有居民咧上車，而呢批咧係第2批嘅巴士，有好多人咧都仲未上車，好多巴士咧都係空空如也㗎。而喺第1批嘅巴士咧係接載51人啦，總共大約有4架。原本預計咧就會喺9點半咧就會開出，但係咧其實咧喺11點之前咧先至係開出㗎。有第1批居民喺10點鐘先至上車，比政府估計遲咗成個鐘。當局解釋係因為部分人唔肯搬遷，居民都帶埋輕便行李，部分人更加帶埋口罩、手套上車。但係居民嘅寵物就冇得跟埋去，要俾漁農自然護理署看管。有居民滿意政府嘅做法，都好嘅，都好嘅。點解咧？維護安全啦，唔好影響人啦。但有人認為政府嘅措施唔合理。我太太都入咗醫院嘅，咁就好多嘢我都係 contact 唔到去嘅衛生署嗰邊嘅，咁我就即係叫做我 contact 唔到佢，而佢哋亦都冇 contact 翻我咯。咁我哋係唔知道點樣做。大約300名居民分10幾部政府車，分別去到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同埋柴灣嘅鯉魚門公園度假村暫住。政府話會將居民分為2批，一批有家人感染非典型肺炎，另一批就冇染病，分別安置喺2個嘅隔離營。有E座居民就指責政府突然間要佢哋搬離家園係倉促同埋欠妥善。由劉允清報導。淘大花園 E 座嘅部分居民批評政府將佢哋搬去度假中心隔離係唔周詳嘅決定，兼且通知得太急。好唔滿意，太快，根本啱啱宣佈得個2個鐘，飯都未食，乜都未做。要做嘅應該係做得徹底啲，係整個區，譬如話係淘大花園區嘅。我就最驚隔離 D 座，如果到時佢話到時 D 座有爆發嘅，佢封 D 座 ，F 座爆發又封 F 座，我翻嚟屋企根本都係唔安全。有住戶亦都不滿度假村入面嘅安排。哇！咁我執乜嘢走啊？佢執重要嘢喎，咩為之重要啊？我都唔知喎。佢到營嗰度咧，又話冇洗衣機洗衫嘅，就要用手洗，就要自己帶埋鹼粉喎，離晒譜㗎。咁我本身屋企娛樂㗎嘛，咁你離開咗就冇咗，唔知有冇上網啊？我平時我消磨時間嘅嘢係冇咗啊。有住喺 E 座嘅人話，政府通知佢哋，當住戶搬離家園之後，政府有需要嘅時候會入佢哋間屋做調查。佢哋擔心屋內嘅財物有失，希望政府多啲監察。無線電視記者劉雲清報道。而淘大花園其他座數嘅居民都支持政府嘅決定，但就認為措施嚟得太遲。呂秉權報導。多個政府部門較早前喺淘大花園 E 座執行隔離令。機電工程處嘅人員喺全身保護衣物同埋眼罩嘅裝備之下，帶齊儀器到 E 座各層抽取室內嘅空氣樣本化驗，協助尋找病毒嘅源頭。對於淘大花園 E 座200幾個居民夜晚搬入隔離營，有其他座數嘅住戶表示贊成，認為應該一早就要咁做。都冇所謂嘅，應該如果係為香港市民好嘅都可以嘅，可以接受嘅呢個。因為佢哋本身可能有啲細菌喺度啊嘛，咁如果搬走咗，咁我哋就安心啲咯。亦有人認為措施係治標唔治本，冇乜用。就算而家E座嗰啲搬咗咧，但係我哋唔知道而家其實我哋呢度四周圍仲有冇喺度，因為其他座數都會有發現啊嘛，唔係淨係E座啊嘛。而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就建議，其他座數嘅居民，如果佢哋嘅家人係曾經感染非典型肺炎嘅話，亦都應該將佢哋隔離處理。無線電視記者呂秉權報導。
由於而家咧只係有少數嘅居民離開咗淘大花園嘅啫，所以相信咧成個搬遷行動咧會持續到凌晨。交翻俾你啊，李嘉文。唔該晒。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話，淘大花園依座全部居民估計都已經受到非典型肺炎病毒嘅感染，政府會派發特效藥物俾佢哋。胡力漢報道。楊永強話：要將居民搬離嘅目的係要將成棟大廈徹底咁調查。有幾個居民呢，就係唔肯去嗰度度假村咧，但係我都有好多困難。咁啲困難呢，啲同事呢，就係好積極去同佢解決。佢話初步估計將病毒帶去淘大花園醫座嘅腎病病人，帶咗大量嘅病毒去到醫座。喺嗰個腎病啲病人呢，一般呢，佢免疫系統係冇咁好嘅，所以佢哋懷疑呢。喺啲腎病啲病人咧，可能一感染到咧，啲菌嘅數量好多，啲菌嘅數量好多，咪有可能咧就越好易傳播，好易污染。楊永強仲話，病毒可能係透過污水系統傳播嘅，懷疑醫座差唔多所有住客已經感染咗。喺嗰個傳播途徑咧係咁嚴重咧，就係懷疑全部啲居民，即係啲所有嗰啲住戶咧，都可能係有機會係感染到嘅，因此咧就而家我哋係會俾嗰啲住戶咧一個選擇，係食呢隻新藥。至於淘大花園其他座嘅居民，楊永強話：由於唔係源頭，大廈嘅設施又唔同，所以暫時都唔使隔離。無線電視記者胡力漢報導。我哋記者馮佩樂依家就喺其中一個安置淘大花園居民嘅西貢麥理浩夫人公園度假村。馮佩樂啊，批居民到咗未啊？批淘大花園嘅居民呢，分別乘坐4架車，大約喺11:08呢已經到咗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呢一度噶啦。咁而家喺度假村嘅閘口呢，仍然有警務人員同埋民安隊人員呢，着好啲保護裝置企喺度，咁準備呢係第二批車隊嚟噶。咁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就話，就算當局預留嘅4個度假村嘅宿位係唔夠嘅話，志願機構亦都有宿位提供。淘大花園 E 座居民嚟到之前，大批警員同民安隊人員進駐，仲有一車車衛生署職員嚟到。佢哋入到隔離中心之後，都換上防護裝備。運載麵包同凍肉嘅貨車亦陸續抵達隔離中心。有運輸工人話，部分車住嘅係醫療用品。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話，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同埋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總共提供超過500個宿位。如果有需要嘅，其他志願機構嘅營社亦有宿位提供。仲有好多營咯喎，例如東華三院啦、保良局啊、突破機構啊、同埋仲有即係嗰啲青年會啊，咁仲有好多嘅營地嘅。咁如果加埋所有嘅營地咧，香港大概可以容納得7000幾個位嘅。康文署話已經通知預約咗4月份宿營嘅市民安排退款，5月份嘅場地租約抽籤亦都會暫停。當局就話啦，就會將啲居民分為2類，一類呢就係有家人受到感染，一類呢就係冇感染㗎。咁暫時仲未知道究竟送嚟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中心呢一度嘅居民呢，究竟係屬於邊一類？呢個報道係咁多，交翻俾你李嘉文啦。唔該晒。衛生署同行政長官辦公室澄清謠言，表明無意將香港列為疫埠，各出入境交通同埋物資供應正常。我哋冇需要，亦都冇計劃宣布香港成為疫埠。現時香港嘅機場同對外嘅一切交通係如常運作，香港嘅物資物料呢充足。市民唔需要恐慌搶救。明報新聞網站話，一個少年盜用佢哋嘅網站名義，發放香港列為疫埠嘅消息。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已經拘捕一個14歲嘅少年，懷疑佢同案件有關。驗上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數持續增加，全港今日再有多75個人感染，其中52人係嚟自淘大花園，嚟到全港感染嘅總人數去到685人，而一個專門喺瑪嘉烈醫院醫治感染非典型肺炎病人嘅醫生，亦都受到感染。佢嘅屋企人話，佢依家入住喺隔離病房。而另外一個83歲嘅男人病重死亡，總死亡人數去到16人，而康復出院嘅就有84人。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話唔會因為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而調低對香港嘅評級。標普嘅分析員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話，唔會因為單一嘅事件而調低一個地區嘅評級。36個港區人大代表去信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粵港兩地要認真檢討防治非典型肺炎嘅溝通同埋合作，加強防疫通報。港區人大代表認為病情已經迅速喺社區蔓延，而粵港兩地人員交往頻繁，因此應該互相合作。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日內瓦總部啱啱召開記者會，發言人話越南、新加坡同埋加拿大3個國家已經好快控制非典型肺炎病毒擴散，目前正係關注香港同埋廣東省嘅情況，尤其關注香港嘅病毒係咪以新嘅形式出現？聽日就會知道香港嘅病毒係咪仍然係透過人與人接觸傳播。至於廣東省方面，世界衛生組織話嚟自廣東省政府嘅消息顯示，非典型肺炎仍然繼續爆發。而中國承諾由今日起每日公佈非典型肺炎個案嘅數字，但直至目前仍然未有公佈。另外，當局向全國實施一系列防治非典型肺炎嘅措施，要求各地衛生部門執行。駐北京記者莫宜端報道。內地自從舊年11月首先發現非典型肺炎個案4個月以嚟，首次公佈9項措施，防止病情擴散，包括懷疑染病嘅要送到指定嘅醫院隔離治療，病人住所同埋公共場所要消毒，出現病例較多嘅地區好似廣東，啲人要避免到擠迫嘅地方。廣東省的衛生部門呢也制定了廣東省公共場所預防控制非典型性肺炎工作指南。醫療衛生人員呢將按照這些標準和方案呢採取對公共場所的消毒。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嘅專家呼籲，5一勞動節假期唔好去曾經出現過病例嘅地方旅遊。一啲本地嘅旅行團就話，嚟緊嘅5一勞動節長假期都會盡量避免帶旅行團去到國內外一啲曾經有非典型肺炎發生過嘅地方。這個東西大家都為了安全起見嘛，有一定的影響，所以不然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推西部線，要走進自然，避開一些人群比較密集的地方。至於出境旅行團，佢就話必要時會改喺上海轉機去外地，唔會經香港或者廣州。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莫宜端報導。非典型肺炎病毒繼續喺全球擴散，馬來西亞首次公佈發現1宗懷疑感染嘅個案，印尼亦都有3宗懷疑個案，德國就證實多1宗感染嘅個案。至於新加坡機場，都係過去20小時發現7個入境旅客有懷疑嘅病徵。世界衛生組織研究緊非典型肺炎病毒係咪源於中國南部嘅禽畜。全球到依家超過1700人感染，死亡人數上升到63人。歌星張國榮夜晚喺中環一間酒店墮樓身亡，終年46歲。警方話張國榮夜晚6點幾喺中環文華東方酒店由高層平台跌落樓之後，被送到瑪麗醫院。佢多位親友都到醫院了解情況。警方話喺佢身上揾到嘅遺書，話死係同感情有關。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張國榮喺70年代參加歌唱比賽得到亞軍，晉身樂壇。佢得過最受歡迎男歌手同榮譽大獎等等。入行20幾年，佢演出過幾十部電影。舊年主演嘅《異度空間》獲提名今屆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結果仲未揭曉。佢以前都曾經奪得過香港金像獎同影評人協會頒發嘅最佳男主角等獎項。張國榮曾經封咪退出樂壇，開過告別演唱會，之後又再復出。就好像一串夢，夢醒了一切亦空。而佢嘅一生就喺46歲終結。是我天生多情，方給愛情戲弄。新聞報道完啦，晚安。